其實呢一份贊助嘅心意咧，其實係從細到大咧，我都係同媽手作伴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從我哋本身有開始嗰時咧，其實我係好中意貓嘅，因為我自己啲貓仔而家貓仔咧都係傳統養翻嚟，咁佢陪住我長大啦。其實令我慢慢咧學到咗佢哋嘅語言啦、行為啊同埋佢嘅需求。咁真正令到呢份業變到黑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係喺我人生最低谷嘅嗰段時間咧，我係好唔開心同埋好脆弱嘅。但係好彩咧，有佢哋嘅陪伴喺我嘅身邊支持緊我咧，我先覺得呢一種嘅陪伴咧係好無價，同埋係好有意義。咁而因為咁咧，我深刻意識到咧，養寵物根本咧就唔係一個負擔，而係咧一份接納咗一份無條件嘅愛，收穫咗一段一世嘅陪伴。而正係因為難忘呢一種機會咧，我創立咗 Lucky Pets 咧。咁 Lucky 同 Pets 咧，其實咧竟然係我之間相戀5年不能。而 Manner 咧，其實係一個生活中嘅人寵和諧嘅性情嘅理想咁樣。而對我嚟講咧，寵物咧其實係唔止一個寵物，佢就係我嘅家人，亦係我嘅靈魂。咁其實今日我可以喺呢度在座咁多位愛寵嘅相處喺呢度嘅話咧，其實都係一種緣分同一種幸福。咁我亦係好支持領養嘅，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。咁而未來亦係咧 Kiss Panda 咧一定會想住呢一份嘅初心，亦係希望同大家一齊守護呢一份嘅生命嘅珍貴嘅傳統典型。亦係最後祝願今次嘅領養成功，而希望每一隻可愛嘅毛孩子都可以快快樂樂地生活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各位大家喺呢個生活。